思明離世後，孖仔李永漢、李永豪爭產風暴升級。李永漢公開錄音反擊父親李家鼎，指控細佬李永豪夫婦軟禁鼎爺，爆粗鬧鼎爺。新抱 Agnes 更教訓鼎爺亂使錢。李永豪承認錄音屬實，但話內容被一節節抽出抹黑。當時猛憎係因為鼎爺不斷俾錢大仔女勸唔聽，強調冇講粗口，只係語氣重。佢反斥李永漢被談寄予200萬定期，企圖轉移視線。對於軟禁指控，永豪鬧爆好白痴，否認太太威脅閂窗嗌非禮。佢澄清 Agnes 鬧鼎爺係因為帳目混亂，5個月使咗16萬6千，逐條數對翻冇可能咁誇張。對於私吞340萬存款，永豪叫對方拎證據，形容阿哥行為似河馬齋噏。鼎爺已委託永豪做財產執行人，永豪承諾同太太輪流照顧暴瘦嘅鼎爺，保障財產等佢安享晚年。佢透露同阿哥零接觸，連阿媽安葬地點都唔知，每晚寫信俾亡母，叫佢放心，自己會守護家庭。谷子喬日前忽然喺社交網寫：答應我，呢世都唔好借錢俾人，識幾耐幾熟都好。語氣好失望，網民即刻競猜邊個係債仔。點知同谷子喬傳緋聞嘅 ERROR 成員保期極速現身，連出 post 澄清：我唔使問人借錢住，日日努力返工，仲話自己喺將軍澳同九龍灣返工有收入。被問點解咁緊張，佢直言：費事俾人話係我。網民笑佢求生欲極強，即刻劃清界線。其實保期近期因是非纏身，工作量大減，疑似被雪藏，連 Chill Club 頒獎禮都冇佢份，反而被人見到去睇英皇 show。外界自然聯想佢財困揾谷子喬幫手，難怪佢急急劃清界線，同借錢二字撇清關係。日本7人組合 X.G 出道4年，以韓國做據點，日前公布世界巡唱香港站原定7月31日亞博開 show， 但呢個日子令人聯想起侵華日軍731部隊，惹嚟內地網民強烈不滿。相隔2日，官方宣布改期到8月2日同一個場地，並公開道歉。票價分6種，最平699元，最貴2199元。下星期賣飛，巡演日本站已爆滿，之後會去曼谷、馬尼拉、香港同台北。